边也有。我这个笑是所谓的姨母笑吗？好热哦！我觉得这个画面看太多次了，把对方当零食在吃嘛。对啊。可是我没有看过你们前戏，我刚刚第一次看。对，我也是。不要，我觉得很好看的。哎，被推开。我帮你吃面。哎，给我就好。哪里的面呢？这段好好看哦。直接就上了。就只是说笑，就只是淡了，你就忍受，让心动成为一个人的享受。可以感受到你们两个情感的流动。我看得蛮入戏。我也。台要把这个给你。那到时候我们自己来给我。可是我真想到最笨的方法，就是在楼下等你。你可以让我解释一下吗？时光匆匆，却没有遗失过去。要骗我！背起来就这样滚。你不要再吃了，喂他不吃的，不管怎么吃的。好，加了这，陪我去吧。怎么了？想当跟他一样烂？